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紫钢珠宝年会邀请我去吃饭，我真的很开心啊，必须得去。真的，这1年多、2年不到的时间，我是看着他们起来的。一开始司马老师他们就在苏州的河基广场灵顿路那边一个小店面，结果去年无锡、常州开分店了，我还参加了开业演出，唱了评弹。结果到了25年，现在马上南京店、北京店也陆续要开出来了。真的，打铁还需自身硬。说明他们技术过关，得到了各地粉丝的认可。今天他们是就叫我去吃个饭的，但是我自己带了一把3弦，我觉得饭桌上必须得唱2句，表表心意。闲话不多讲着，还是出发。果然讲现在，但是不大来着。总手单着，得月了，终于10几年份来吃狗子。斯莫兰斯受了制作4位。我们齐聚一堂，共同庆祝过去1年的辉煌成就。已开的门店呢，都已经收获了相当不错的成绩，期待正在筹备中的门店可以共创佳绩。斯莫兰斯走廊侪是打金的，寿诞里是第宋代的，属于职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入人。做紫钢之板。可是原来实情对见，生意兴隆，同时谢谢。好，感谢小刘老师。精人加工，举办设计，样样来塞，希望你到茶年更加嗨。中手还开吃着，今在色彩不错，正宗手帮菜。年会结束了，其实现在有些话我其实很想和粉丝们说。我做视频7年，拍了那么多家店，他们都火了，没有倒闭的。我其实很有成就感，也很开心。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吧。既然做了这个事，就希望能够把它做好，就能希望那些企业把它们做大做强。不论是剪视频，还是我自己的肖像权等等，我都是倾注了心血的，所以才有那么多店，什么老横金面馆、凤游记、大课堂面馆、紫钢珠宝、老路糕、什么姚记粽子等等等等，都能做得这么好。我真的都是倾注了自己的心血，希望所有粉丝都能够越来越好。